以用铜做洗肠的盆甲铜座，是用会幕门前做工的妇人人的铜镜做的。讲道请陈美玲牧师题目是微细的奉献。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的经文有提到一面铜镜。那讲到镜，就互人想到一个童话故事，叫做白雪公主。因为这个白雪公主的后母真爱照镜，当伊问这个镜讲：魔镜，世界上谁上水？这个镜就会回答伊讲：当然是你，全世界你上水。毋过当白雪公主大汉，这个后母佮问起同款的问题时，镜竟然回答讲：上水的是白雪公主。这声害啊！极度互伊起歹心，要去害白雪公主。伊就装作是一个卖水果的老太太，骗白雪公主将这个有毒的令果食入去，然后伊就陷入昏迷，直到一个缘投的王子出现，才互伊醒起过来。镜咱每工拢咧照，但是若亲像是这个故事内面的后母遐尼爱照镜，就会出问题。但是白雪公主真正是有这个人。这个故事是参考差不多300多年前德国一个有钱人的家庭查某囡仔叫做 Maria 的故事来改编的。这 Maria 自细汉就破病，所以伊目睭的视力有一寡的问题。伊的老爸伫 Maria 的妈妈过身了后，阁娶第2个太太。这个后母定定虐待这个 Maria， 所以后来伊就离开因的厝。到伫修道院，家己度过71年的人生。所以伫真实的世界内面，这个白雪公主不但无找到伊的白马王子，双目阁失明，伊的现实毋是一个真美好的一个结局。这 Maria 的爸爸经营一个玻璃工厂，伊就送互伊第2个太太一面镜。当然，这面镜袂亲像这个故事内面的魔镜会晓讲话，但是这面打收伫博物馆的镜，伫顶面有刻有这个德文的2个字，意思是恋情，也是自恋、自恋。兄弟姊妹，镜这个物件真神奇，伊不但会当照出咱真实的面貌，并且伊嘛反映出咱家己内心的想法。有当时咱伫照镜，咱徛伫镜的头前的时，掠镜中的家己金相，可能就想讲哦，我两个目睭，一个鼻仔，一个喙，生了嘛袂歹嘛，可能就带出自信。但是过头的自信，嘛有可能变做是骄傲。所以对今仔日经文内面的这面铜镜，联想到白雪公主故事内面的魔镜。进一步来思想咱家己内心的迄面镜，咱内心的迄面镜反映出咱的价值观、咱的想法，然后就影响咱处理代志，也是咱对人，甚至是对上帝的态度。今仔日这段经文是咧讲比沙列伊制作圣所所需要的器具，亲像烧祭的坛、洗肠的盆。甲围伫会幕四周围的遮个场，这物件是伫会幕的外面，就是当以色列人因摕祭物来献的时，这时就按照上帝的规矩，伫即个场所来处理遮个祭物。爱烧的就放伫即个烧祭的盆来，烧祭的坛来烧。但是当即个祭司要入去会幕甲上帝相拄，伊就爱先大先伫即个洗肠的盆内面洗骹洗手，才会当入去会幕服侍。伫出埃及30章18节，嘛有讲到即个洗肠的盆的功能。但是今仔日的经文较有30章无讲到的，就是即个洗肠的盆的铜是伫会幕门口服侍的遮妇人人因的铜镜所做的。所以我感觉这段记载非常的特别，因为伫今仔日的38章后面有提到其他的人所献的铜，拢是摕来做祭坛，也是掌围遮个物件。独独伫第8节，虽然无提起遮个妇女的名，
是讲着讲伫一寡伫会幕门口服侍的妇人人因所献的东件来做洗肠的盆。伫咱的印象内面，圣殿敢若毋是女性会当入去的，因为伫新约咱知影，妇女只有会当伫妇人人院内面。所以咱看伫耶稣伊所讲的话内面有讲到奉献，伫圣殿的奉献箱，即个箱仔嘛是放伫妇女的院，圣殿妇人人的院内面。所以耶稣才会当伫遐观察一个有钱的人，甲一个妇人人，因两个无共款奉献的态度。所以伫遮我有找到一个参考的资料，互咱有淡薄的概念。那用现代美式足球的寸尺来比较伫旷野时代的会幕，也是所罗门时代的圣殿，也是了后新约时代的圣殿，差不多的比例是安尼。所以咱会当看到讲，伫旷野迄个会幕毋是真大。另外，咱嘛会当看到，伫耶稣时代耶路撒冷的圣殿是有妇人人院，因为妇女才会当伫遐，因袂当佫进入内面佫较深入的所在。毋过今仔日咱看今仔日的经文，也是咱看旧约其他的经文，亲像撒母耳这本册。撒母耳的老母去到圣殿伫遐提口祈祷，求上帝赏赐互伊一个囝。伫今仔日的经文嘛提到讲，伫会幕门口服侍的这妇人人。所以这旧约经文可能是咧讲，伫旧约圣殿对伫妇女是较优先的，妇女会当去到圣殿这个所在伫遮祈祷，甚至会当参与服侍。伫会幕门口服侍这妇女，有可能是清气烧这段，有可能伫遐洗即个铜的盆，也是伫遐过门，嘛有可能伫节期的时，因唱歌跳舞，亲像摩西大姊米利安伊所做的服侍。所以这妇女将因上宝贵的这铜件奉献出来，就亲像进前咱读经文。当这以色列人因听见上帝吩咐，因爱来奉献起造会幕的物件时，因逐人是入去因家己的场，然后伫遐找因的宝贝出来献互上帝。对伫妇女来讲，上宝贝就是铜镜。无论伫倒一个时代，妇女拢爱透过镜才会当来西装打扮。虽然伫现代镜毋值钱。但是当时无水银，要做镜就是爱将铜磨甲会当看见，所以是非常的费工，非常的宝贵。但是咱看见这妇女献就因上宝贝互上帝，因为经文有特别提起，这个献铜镜的是伫会幕门口做工的妇人人，毋是其他的妇女，所以因会将因所上宝贝的铜镜摕来献。有可能就是因伫会幕服侍，因甲上帝非常接近，因认同上帝讲我要起造会幕的安尼一个圣工，因才将因的宝贝献出来。要将物件摕出来奉献，绝对毋是人的天性。所以，若要互咱家己愿意来奉献，一个真重要的关键就是咱甲上帝的关系。因为平日咱若无灵修祈祷，咱无参加服侍，咱对教会圣工无理解，咱就袂感受到迄个奉献的必要。搁较免讲是将家己上宝贝物件摕出来。古咱上熟的例，就是亚伯拉罕献伊的囝以撒的故事。亚伯拉罕伊若无认为上帝是信实的，伊若无认为上帝一定会互伊后事安尼的话会实现。亚伯拉罕绝对袂将伊上宝贝以撒摕出来献，伊绝对会甲上帝讨价讲：拜托啦，上帝，我献10只羊互你，请你毋通摕走我上爱的以撒。但是咱看见亚伯拉罕伊认捌上帝，伊信任上帝，伊知影上帝讲出去的话绝对袂改变，所以伊会当献出伊上宝贝的即个囝以撒。另外，咱是毋是愿意奉献？嘛，在伫咱是毋是愿意回应耶稣伫十字架顶
奉献伊家己性命的迄款疼。伫德国，即个杜塞多夫的美术馆有一幅图，就是看即个人。即幅图是伫描写耶稣的受难。听讲画即幅图的画家，伊伫画完成即幅图了后，伊替一个伫流浪的查某囡仔画伊的像。当伊非常专心伫画即个查某囡仔的像的时，即个查某囡仔较一直静静看伊所画的即幅耶稣的图，并且伊嘛非常好奇问即个画家讲：即个人是啥？伊看起来敢若非常的忧伤，为什么伊爱互钉你是一家顶咧？所以即个画家就将耶稣所有的故事拢讲互即个查某囡仔听。即个查某囡仔听了非常感动，就讲出一句话讲：伊为你放下性命，你为伊放下生命。哇！即个画家听着，伊就将即个查某囡仔讲的即句话写伫图的边啊。所以后来即幅图伫一个博览馆底下来展出。伫之后1720年，有一个少年的贵族辛森多夫，伊去参观即个博览馆，看到即幅图，伊徛伫即幅图的头前，感动甲无法度离开。边仔这两逝字，伊为着你放下性命，你要为伊放下生命，敢若你呼召伊，敢若你伊讲话。所以，即个贵族后来，伊就奉献伊的一生，成做上帝奴仆，就是伫德国摩尔维亚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领袖。所以，咱要安怎看待奉献，是决定伫咱对上帝有偌济的认捌。奉献毋是讲我偌有，我才来奉献；奉献嘛毋是讲我偌敖才会当来服侍。奉献是咱有偌认捌咱的上帝。咱若知影咱的上帝是富有的，是会供应我需要的，是永远袂改变的上帝。咱的答案若是肯定，咱就放心将咱有的，无论是金钱，也是咱的性命，拢奉献互伊。第二，咱看见这妇女奉献因的同囝，嘛互我想到因伫参与敬拜也是服侍的内面，就产生一种的快乐。这个快乐，互因愿意放下物质、放下肉体的意爱，无搁继续欣赏家己，是转往祈求上帝美善。这就是信仰带互咱的一个快乐，因为咱若靠咱家己，绝对无法度来赢过世界的引诱。亲像咱看乐透几啊期无人中奖，你敢袂动摇？若我中奖，我就会当提早退休。当你看到别人得到称赞、抱啊声，你敢袂嫉妒？当你看见别人过迄种真享受物质的生活，你敢袂欣赏？会，当然会。但是咱毋免去否认咱会有安尼的感受，因为咱拢是人。但是只有伫咱承认咱有这个想法，咱有这个感受的时，咱才知影讲咱是一个真软弱的罪人，咱才知影讲咱需要耶稣。所以这就是咱甲世界的差别。因为咱拢知影基督徒甲其他的人同款，咱拢会拄着世界引诱甲试探。但是差别在伫毋捌耶稣的人，因继续沉沦，但是无知觉，并且伊表现出来规个性命是一种无活力的一个性命。有一个青年去找一个有智慧的人，甲伊问讲：我是啥？我应该做甚物？这种人生的大道理。但是这个智慧的人，什么话拢无讲，伊去厨房摕一个玻璃杯，倒一杯的果汁，问这个少年的讲：这是啥？少年人回答讲：果汁。这个人佫转去厨房出来时，手捧的玻璃杯已经换做牛奶，佫问这个少年的讲：这是啥？少年人回答：牛奶。有智慧的人一句话嘛拢无讲，佫转去厨房，即摆摕出来的玻璃杯是底水，就问这个少年讲：这是啥？
即个少年呢已经互伊问甲无耐性，就大声并且有一点仔无耐性讲水啦。但是即个有智慧的人，什么话嘛拢无讲，佫转去厨房。即摆伊行出来时，是一个空的杯仔。伊问即个少年讲：“这是啥？”少年真正毋知即个人是伫做啥，就回答讲：“这是杯仔啊。”即个智慧的人应讲：“你看即个杯仔看4摆，但是你较伫第4摆时，较认出这是一个杯仔。”兄弟姊妹，伫世间真侪人亲像即个少年的。咱生活伫即个世界，真无用，但是咱看无生命重点在伫倒，然后咱就对世界在变化，然后咱就感觉咱的生命真无快乐。但是当咱有耶稣伫咱的内面，虽然咱会动摇，咱会受引诱，毋过咱会有一种快乐，帮助咱过得胜的生活。这个快乐毋是对家己生的。是因为咱知影耶稣伫十字架顶已经将咱的肉体、甲私欲、甲伊同定伫十字架顶。是因为咱知影，当咱因为相信耶稣的救赎，真做是一个新的人了后，咱会仰望耶稣，用耶稣做咱的标杆，过一个天顶国民的生活。但是要安怎求天顶的代志咧？是要安怎讲无地狱地面的代志咧？咱拢生活伫地面啊，咱是要安怎无地狱地面的代志，去思想天顶的代志咧？是毋是咱爱过一个稳基的生活，甲人隔离，家己大咧？毋是，是咱爱用天顶的眼光，伫今世过生活。这咱会当对圣经上尾一本册，就是启示录来伫着解释。我的讲道捌讲过启示录，咱嘛请过孙宝林牧师来讲解启示录，所以咱一定知影启示录毋是一本伫讲未来代志的册，伊关心的嘛是咱现在伫地面的生活。所以规本的启示录，咱会当看见真侪天甲地会安尼对比。但是这毋是讲咱规工伫遐想讲我天堂是生做什物款，我伫天堂住黄金的厝，也是草料的厝。天甲地对比，是爱咱用天顶的观点来审查咱伫地面的生活。天顶的观点是啥物？就是咱爱知影，即个世界属伫啥？咱爱知影，啥才是即个世界伫掌权的？咱如果肯定即个信念，咱肯定伫世界掌权的是上帝，咱肯定即个世界属伫上帝，咱就会当过一个有特殊、跟对耶稣、确定家己生命价值的生活。所以咱看见伫启示录一开始第1章第3节，甲上尾章22章第7节，拢有提到讲，遵行即本册的人有福气。这就是提醒咱。咱毋是脱离世界，咱爱伫即个世界行出天顶国民的款式。第三，咱看见透过这妇女奉献因的同行，嘛，互我想到，伫照镜时，咱注意的拢是咱家己，但是伫照镜时，咱是毋是嘛忽略别人，甲忽略别人的需要咧？苏俄大文豪托尔斯泰捌写过一个呆子伊凡的故事。这个故事大概是安尼：有一个大鬼派一个小鬼去人间，要破坏人甲上帝关系。所以这个鬼就去到伊凡的田里。伊看这个伊凡虽然真拍拼伫遐做代志，敢若趁一点点仔尔，但是伊看这个伊凡一点怨言拢无。甚至看起来非常快乐，非常知足。所以这个小鬼就开始想讲，我要安怎做，才会当互伊变歹咧？所以这只鬼就将伊凡的田的土变甲非常非常的重，想讲安尼会当互伊放弃无？所以这伊凡敲半晡拢无法度，但是伊嘛休困一下，佫继续敲伊的田，一点仔埋怨拢无。所以，这个小鬼看到伊的计谋失败，鼻仔蒙蒙的就离开。大鬼佫派第2个小鬼，所以这第2个小鬼伫边仔观察，
伊看见即个伊凡每工会带一块面包，休困的时诚做伊的中昼顿。所以既然互伊遐尔辛苦嘛无路用，安尼不如我将伊有的物件摕走，伊一定会非常生气。但是无想到，即个伊凡发觉伊的面包无去的时，不但无生气，反倒讲啊，一定是比我搁较有需要的人摕去啊！愿望即块面包会当帮衬伊，求上帝保守伊。哇！即只鬼不但无成功，反倒互上帝的名得到荣光。所以即个大鬼感觉奇怪，讲：哎，我敢无法度互即个伊凡变歹吗？这时第三个小鬼出现，伊甲大鬼讲：我有办法。这第三个小鬼生气，甲伊凡交朋友，甲伊讲：我甲你讲哦，明年会有迄个干旱，无落雨，所以你要将你的稻啊种伫迄个淡淡的所在。所以伊凡就照安尼做。结果第二年，别人无收成，只有伊大丰收。第二年，魔鬼搁指导伊讲爱种什么，第三年嘛是安尼来指导伊，渐渐伊凡变甲有钱起来。即个鬼搁教伊讲：啊，你莫卖米啊，你莫种田啊啦，你将这米来做酒来卖，你会趁搁较侪钱。所以后来伊凡无要做工课啊，伊只有靠买卖方式来得到搁较侪的金钱。有一天，即个大鬼来看即个成果。即只小鬼就讲：你看哦，即个农夫已经有猪的血液。原来伊凡办一个宴席，专门请有钱的人来参加。因食上好的餐点，啉上好的酒，边仔佫有真侪萝卜伫遐服侍。因车花宴乐，水甲毋知影代志。小鬼佫对大鬼讲：你看哦，伊佫有龙的血液。狼的血液，就伫即时，一个萝卜芳葡萄酒出来，无细哩跋倒，酒压一地。即个伊凡就开始甲伊骂：你哪遐尔无路用？哎呀，主人，阮斗胆拢无食饭呢，腰甲规身躯无气力。你代志无做完，你哪会当食饭？非常会当酸，非常会歹。这大鬼徛伫边仔看，非常满意，甲小鬼仔讲：哎呀，你足敖的，你是安怎做的？这只鬼甲伊讲：我不过是互伊有的比伊需要搁较济，安尼就引起伊人性中间的贪心。故事内面的这个伊凡原本伊敬畏上帝，虽然丧香，但是伊善良知足。毋过，当伊将眼光对上帝撒到家己，伊离开上帝，伊离开家己，伊离开人。耶稣捌提醒，无人会当服侍两个主人，因为伊会怨恨即个疼迄个，也是会对重即个看轻迄个。恁袂话服侍上帝，煞服侍钱财。耶稣讲安尼，毋是看轻有钱人，是惊咱将性命重点放毋着所在。当咱的性命失去焦点，无对准伫上帝，就亲像伫大海内面失去方向的船仔，毋知影要行往倒位去。但是今仔日经文中间，这个富人人奉献因的东行，因愿意对看家己转往看上帝。对家己的需要转往上帝圣工的需要，但是咱知影这真无简单。毋过奥古斯丁伊咧讲安怎治死迄个旧的咱的时有讲着，伊讲咱无可能靠咱家己来治死旧的咱只有用疼上帝来取代疼家己。但是咱要安怎来疼上帝咧？大先，咱就要知影上帝有偌疼咱。奥古斯丁伫遮讲，伊讲，咱爱相信上帝是非常非常的疼咱，免得咱绝望，毋敢上到伊遐。咱嘛需要知影伊所疼的咱是甚物款的咱，免得咱夸口家己的德行。
伊爱咱瓦靠伊的气力向前行，互咱的疼心伫谦卑的内面得到完全。伫遮甲咱讲，咱爱大声知影上帝偌疼咱，咱才会当疼上帝。当咱疼上帝，咱才会当疼家己，咱才会当疼人。所以，毋茫透过今仔日这妇女真微细的奉献，较来成就上帝的圣工。这段经文毋茫互咱来思考，咱对上帝疼有偌济？咱敢愿意对世界转往对上帝来活？咱做伙来祈祷。